台北木偶劇團推出着水鬼請戲臨水之界，對7月初3開始連續做3場，用這布袋戲結合着導演一個雷射，重新演出家己樂曲高水鬼掠交替野果。那劇團表示講，希望透過創新也保留着傳統布袋戲的底子，請觀眾朋友來到劇場看因做布袋戲。你唔對嘛是鬼啊！布袋戲紅仔佇幕中出現，配合導演甲雷射，打造水底甲陰陽交界場景。這是台北木偶劇團的新作品《水鬼請戲臨水之界》，改編家己樂曲高水鬼掠交替民間鬼仔鼓，透過水鬼的角度來演出。副導演表示，希望透過科技舞台甲這無同類型的布袋戲，吸引觀眾加入劇場看新的布袋戲。第一是會當來看布袋戲嘛，第二，阮是即個有加入科技的藝術，所以說阮想是講觀眾來看戲會當看到新的布袋戲佇內底安尼。因為戲內底佫有戲中戲。戲中戲，咱佫用到咱的台灣的金光布袋戲，佫用到咱的傳統布袋戲，所以變成講你一直變來變去，內底佫有按一寡唱曲咱唱北管。那台北木偶劇團的團長講，因是創新的布袋戲團，毋過要是保留傳統布袋戲的底子，互傳統戲對着時代腳步，甲台灣珍貴的文化傳承落去。做每一項事業的時陣，咱攏愛以傳統為底的，咱講迄基礎一定要是傳統，生出來物件才是咱的物件。吼，無咱傳統的根基咱也無好，咱生出來物件就敢四不像啊，毋知迄啥物件。那水鬼請戲本地就摕到第34屆團藝金曲獎最佳導演甲最佳武戲主演。即擺推出科技版水鬼請戲臨水之界，佇7月初3開始小連續演3場，嘛是傳統藝術中心兒童戲劇藝術節節目之一。記者郭金陽、王志光台北報道。